你叫贺文燕，对吗？姐姐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有必要装作连名字都不知道吗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是真心来跟你道歉的。所以你是选择了韩子昂。我明白了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初月，初月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看不出来啊，陈老师这么有本事，难怪我的项目会被挤掉。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是吧，赵一刚？切，哼，没事儿，好好工作，别理他啊。主编，这是他今天有点奇怪的稿子，已经修改完了。坐。哼，这次改的不错，人物很丰满，故事也很精彩，进步挺大嘛。都是大家的功劳。这样，我看可以把这部漫画推进到下一阶段了。主编，我不打算参与后面游戏的改编了。理由呢？我太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朱韵，你要想清楚，你真的甘心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别人吗？我已经做决定了。姐，主编那边怎么说？也没说什么。怎么又给改成悲惨结局了？也许悲情结局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哎，初韵，陈野，杨老师，我已经跟主编说了，后续的游戏改编我就不参与了，今后的事情麻烦您了。哦，行，那初韵，你这段时间先调整一下状态，后面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咱们随时沟通。初韵，姐夫，我姐让我跟你说，不要再来了。哎，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？我姐说，我要是让你进来，她下一秒就把我扫地出门。姐夫，对不住啦。姐，姐夫他走了。好，你去休息吧。那你也早点休息啊。珊珊。陈初韵，你怎么回事？韩子昂这么好的条件，你要分手？妈，陈初韵，你说说，你到底想要找个什么样的人？妈，我不想跟韩子昂在一起了，我不想跟他订婚了。那你跟妈妈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挺好的，只是我们不合适。
好了，你好好休息，等过几天出去玩一下。睡吧。妈，你别担心我，我没事儿。睡吧。坐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陈初月呢？作者本人不参与吗？哦，正好和韩总讲一下，他说想休息一段时间，所以后续的游戏改编工作就由杨文正来负责。你放心，韩总，游戏的后续制作我一定会跟进的。我还是希望作者本人能够参与其中，麻烦主编沟通一下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尝试着沟通一下吧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春明明说韩子昂不合适，要和我在一起，现在竟然装作不认识我。刘谦，我要的东西带了吗？你要这东西做什么？难道你还想彻底暴露在地球人的面前吗？已经被发现了。再说了，我违反的规定还少吗？也不差这一个。可这次不一样啊！如果你用了，按照 A0295 的法令，你会被驱逐流放，到时候你会死的。可不这样，我怎么帮陈初韵解释清楚整件事？还有，贺文燕无缘无故卷入其中，导致现在又多了一个人受到伤害。我要去解决这件事。你不是一直坚信指数低的人在一起不会有结果吗？这又是何必呢？我也是到现在才明白，地球人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靠的不是数值匹配，靠的是心。所以，这一次，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做事。东西给我。喝下去之后，3个小时内所有地球人都能看见你。你暴露的同时，研究院那边也会收到警报，很快就会派人来抓你。你自己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谁啊？你干嘛？朱月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解释清楚。他喝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会想办法取下戒指还给你的，以后都不想再跟你们外星人接触了。什么外星人啊？我是来帮你跟他解释的。不用了。耍什么鬼把戏啊？我可不是吓他的。我是想跟你解释一下。让我来跟他说。这下你相信了吧？他自始至终都不认识你，一直是我在借用他的身体跟你谈恋爱。
你，我，文燕，可能从开始就是我搞错了，那个匹配数据并不是你和陈初韵的。初韵，你找我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又来骚扰你了？贺文燕和陈初韵并没有关系，我知道，但我还是要把戒指取下来，因为这个戒指会对她的身体造成伤害。会对她造成伤害？戒指有一种放射性的物质，会对她的身体有不可逆的伤害，但是我已经找到了办法。那你赶快去吧，初韵交给我。你把她带回去，帮我照顾好她。刘谦，你擅自暴露在地球人面前，跟我回去接受惩罚。先抓到我再说。修改失败，我回去寻找取下戒指的办法。咋？我怎么在你家？醒了？我昨天晚上好像看到鬼了。他说他是外星人。哎呀，我真是喝多了。他真的是外星人？你别骗我！跟你谈恋爱的就是那个外星人。你说真的？嗯。那我之前看到的都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去！那我也太酷了吧！收拾好了就赶快走吧，我要出门了。哦，你别咬那么大口啊！给你。没想好明天的生活，离岸的船该往哪里停泊？能否遇见某一处屋檐，把惊动的雪躲一
想陪你等一个春天，直到繁华簇拥。陈初月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想陪你等一生春天，直到繁华再不能如烟，岁月在枝头上中流散，染白了你和我的发端。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你真的相信柳谦说的话吗？柳谦还说你喜欢的是他，最开始和你约会的也是柳谦，不是我。我只喜欢你，我能分清哪个是你。你就不担心我是在编外星人故事骗你吗？如果这件事放到我身上，我根本就不会信。你的漫画不就解释了一切吗？柳谦，柳谦，也不知道你在不在。我很感谢你没有让我跟韩子昂分手。我想跟你说，不管之后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后悔的。柳谦。失踪一整天，难道被抓回去了？初月，你来介绍一下他今天有点奇怪的游戏剧情吧。好。我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他今天有点奇怪的游戏内容。游戏以平行世界为背景，玩家可以自行选择任意一个世界为背景，通过完成关卡任务解锁新线索。以上就是他今天有点奇怪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。韩总，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没意见。那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一块儿吃个饭。不了，我有约了。啊，那行，散会吧。怎么了？我以为我看见柳谦了。他不在吗？他说他要去找取下这个戒指的办法，但是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就是因为这个戒指才注意到你的。所以你一早就发现了？也没有，只是发现红色戒指的时候比较可爱，绿色的时候性格比较张扬。我还以为你是双胞胎呢。那这个戒指是我们的媒人喽。小野，这个项目商务方面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不用了，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说就好。这里不方便。哎，
哇，真没想到杨文正也是个恋爱脑。我回去收拾一下。好。我还真以为你是靠着你自己的实力让韩总看上你的项目，没想到啊，原来是靠另一种实力啊！赵一刚，你长得不好，脑子也不好是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切！韩子昂确实是我未婚夫，但是在工作上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假公济私的人。真没看出来啊！我们的陈老师还真有过人之处呢，把韩总拿捏得死死的。赵一刚，你选择这个项目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容。我最早之前就已经说过了。还有，如果任何人有任何的不满，可以直接来找我。我们走。陈野，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就再也不缠着你了。真这么想知道？想。当年你母亲来找过我，说你被保送了。但因为我的原因，你想放弃。你就因为这件事？杨文正，这不是小事。我这个人最讨厌被别人道德绑架。你为了我放弃，那将来你事业不顺利的时候，就都会怪在我身上。我不会的。你现在说不会，不代表以后也不会。那你出国留学，不是因为我？你别太自作多情了。我当然是为了我自己啊，理由你也看到了，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在公司只是同事关系，不要掺杂其他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？难道还不相信？不是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那个人去哪儿了？你是问柳谦？柳谦？他叫柳谦。他不会在我们旁边吧？你不用看了，他不在。哦，他回自己星球了？他只是说离开2天。那他回来通知我一声啊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被一个外星人甩了。我还不能找他理论一下？我看呢，是栽在人家手里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所以才想找人家。是又怎么样？那跟一个外星人谈恋爱多酷啊！你就这样，回来记得通知我一声。拜拜。怎么了？我只是有点想柳谦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过得好不好。他不是说他一定会回来吗？说不定现在就在回来的路上。回家吧。你是陈初韵吧？是。柳谦回来了？不是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，我是柳谦的朋友，他从研究院离开后就失踪了。失踪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借一步说话吧。所以柳谦为了摘下这个戒指，偷走了终止实验的设备，才被你们星球的人追捕。是这样的。你们就是在纠结这个？这不摘下来了？你怎么做到的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的匹配指数不是很低吗？怎么会？是不是数据出现了错误啊？这不可能啊！戒指既然取下来了，那么柳谦手中的戒指也会收到信息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就会主动来找你。那我能做点什么吗？还有一个办法，你和柳谦曾经共用过一个身体，实验戒指和他的也是绑定关系。你利用戒指，应该可以找到他在哪儿。可是我不是你们星球的人，怎么办？你先戴上戒指，我来教你。
跟我学。原来他在这里。柳谦就在附近，我们去找他吧。好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不应该啊，应该就在附近。在那儿。走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怎么样？情况不太乐观。先把柳谦带回我家吧。走。没有什么可以救治的办法吗？柳谦的伤势太重了，只能回我们自己的星球治疗。那你赶紧把他带回去治疗啊！可他触犯的条例太多了，回去只有死路一条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戒指现在可以摘下来了，你可以直接带回去啊。你们就是匹配出错的对象。您是？我是 A0295星球完美研究院院长。院长，在匹配指数只有27%的情况下，汉子昂取下了戒指，这推翻了我们一直以来关于只有高匹配指数才能成功在一起的结论。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，柳谦立功了。戒指给我。院长，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你说。我对你们星球的数据做出了贡献，那柳谦是不是可以将功补过了？如果数据完整且真实，那他就是功臣。谢谢。哎，大家把手头上的工作放一放啊！宣布个事儿，他今天有点奇怪，实体书与游戏今天正式上线。哇！
恭喜韩总！恭喜！大家辛苦了，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哎，对，当然最大的功劳还是我们出运嘛！啊，出运，恭喜你。是恭喜我们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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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哦！柳谦虽然违反了研究院规定，但却阴差阳错完成了重大实验。院长让他将功补过，他现在已经从实习变成正式员工了，而且他们星球已经废除了强制按照高匹配指数配对的法规。哎，也不知道柳谦会不会再见贺文燕啊？我觉得他们俩……哎，柳谦是谁啊？我怎么会提这个名字啊？柳谦，你像个故事的主角，是吗？这名字也不错，那就把它当下个漫画的主角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去选婚纱和礼服了，走吧。出运，再见。而做梦的人最清晰，也最突